中国之前已经对外宣布要开放福建人会当来咱金门旅游，也若厦门市旅游协会嘛有向咱陆委会提出申请，希望伫9月18至20这3天，因的旅游业者会当去金门探路草。金门县政府和业者嘛拢真期待，陆委会即马表示，审查正在进行，会赶紧完成。顶限8寸榴炮发射的过程，才在去金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去到西山炮阵地来观赏有战地风情的炮操表演。不过镜头转去街仔路，会当看出游客是无几个。金门业者希望观光景开放，即马中国文旅部进行公告，会开放福建的居民去金门旅游，嘛，互业者看到希望。我们都乐观其成，希望大陆的居民赶快到金门来。全方面的准备都必须做好的。所以我们这方面也都非常努力。厦门市旅游协会已经向陆委会来提出申请，希望18到20去金门来探路。陆委会讲，相关机关当在做专案审查，会较紧完成。不过陆委会嘛，搁一摆讲，两岸观光的障碍伫中国迄边，目前敢若小可开放游客去金马，而且公布到11为止。中国团可申请3团32个人去马祖旅游，但实际入境的敢若7个，个人旅游的部分嘛，敢若10个人尔。我们的开放作为是比他们大得多。今年以来到8月份就13.8万的团客，大陆到台湾来的团客是0。现主席，咱要有迄个勇气，咱的甲川共产主义，要并吞台湾的骗局。老总统分享订读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想法，对中国是唔免客气。前一天伊嘛伫民进党中常会顶讲，中国开放台湾文旦的进口，但是敢若限特定县市，而且无经过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是利用特殊化的经贸往来来分化台湾，对建立台海往来互信不利。先禁止，再私会，再进行区别对待进一步的分化统战。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没有任何注意。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共款是甲中方话话，要阁透过农产品来做分化统战，涉及检验的部分，两方的主管机关共款爱经过协议平台来进行讨论，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